那我说了呀，没得把男生。没得把觉得呀，没得把你，我说了，我看见了，拿住啥都没得，你们晓得吗？讲啊嘛，他中了，拿住拿起了，拿住手中了，拿下拿去了，这他爸嘛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进了，拿起，拿住手中的没把底下拿起来。这点面就再进一笔，差的。我们看做嘛，出现主要点了，现在生锈你缺钱，这点面就再进一把他。是是。一把他，我说了，那我高兴，我说进了，那我高兴，那就说你没把的一边。大嘛的。一把他，什么那位我说了，呀，生锈他点的那我没有高兴。生锈那位我说了，什么那位我说了，生锈他点的那我没有高兴。生锈那位我说了呀，什么那他这边生锈那我没完成。大嘛的。那是干嘛的？那是说你打嘛的打嘛。我那相当于我说的确切，生锈马拿的。多是呀。马拿的。马拿了相当于我说的确切，人不可能对的生锈要比谁的给西吧？马拿。真是。哎呀，人不可能觉得生锈要比谁的给西吧？那。人不可能觉得生锈那。真是。人不可能觉得生锈要办那，生锈马那才对一把。对。那个嘛，那生锈要办那绝对。相当于我说的确切呀，那看这的让可顿着，妈的，人个可顿给你，生锈要比谁的给西吧？妈呢？这是是啊，他人个可顿给你生锈，那这是他人个可顿给你生锈要办呢，生锈妈呢？要办呢？他有比谁的西吧？比谁的西吧？妈的，要办呀妈呢？生锈呀妈呢？相当于我说的确切，生锈妈呢的，我那得了的啊，妈呢已经在哪里有？你现在是用这个生锈用的，相当于我说的确切，生锈马上的，现在生锈人给我一笔写就马上，就这些就过去没别什么，姑娘生就让你叔叔你也什么呀，对不对？姑娘生就让你叔叔你了，他